今日我帶咗卡式嘅可調 ND-CP-L 1.5/8嚟影瀑布。我哋先影一張正常快門嘅相先，到後面再比較一下你中意邊一種。個人嚟講，我比較中意用慢快門，將瀑布嘅水流拉伸成絲滑嘅綢緞咁，令水流睇落去更加寧靜。唔知道拉絲狀嘅水流點樣影？其實你需要嘅就只係一個三腳架同埋一塊 ND 濾鏡，就可以輕鬆影到想要嘅效果啦。呢個可調節 ND-CP-L 1.5/8提供咗幾個唔同嘅檔位俾我哋揀，先將你想要嘅快門速度校好，然後再校翻 ND 檔位，直到畫面睇落去曝光正常就得啦。我哋呢塊濾鏡除咗 ND 功能之外，仲有埋 CP-L 嘅功能，可以幫我哋消除對畫面有影響嘅反光。轉動濾鏡前方嘅外環就可以做到 CP-L 嘅功能，慳翻頻密換濾鏡嘅時間，等你更安心咁進行拍攝。等我哋睇下最後嘅拍攝效果啊！中意戶外嘅你，快啲試下啦！ND-CP-L 1.5/8讓室外攝影更加輕鬆。